咱继续来看往回到台北市区甲新北市金山的115线的客运，有司机甲乘客因为路车的问题来考价。讲当时乘客已经来移迄个落车铃，但是司机问2届哦，是毋是有人要落车，拢无人甲应。司机想讲，可能有人移唔到去，就无靠站来停车。结果过一时啊，一个挂耳机的乘客冲出来。 气噗噗，甲司机歹骂，双方全起冤家。司机因为安尼，互乘客甲骂，士气甲对迄个韩德路。开的什么鬼车啊！公车司机红骂，气甲是一直摸韩德路，安全带透开落车，和乘客理论。投诉我！投诉我！快走啦！快走啦！ 上车了后，司机也是真俩讲，原来双方会起冤家，是因为公车过站无停。这里吗？你要这一下吗？到一边则确认无乘客甲应，司机了阵是收闸20，佮继续开。是讲这个时阵，穿白衫查甫人就冲出来。你看我按铃，为什么不放我们下车？我喊您怎么都不讲？敢投胎是不是？我喊您怎么都不讲？戴耳机啊！ 代志就发生伫顶礼拜六，115的车次为台北西往金山的路段，订这车的人客，如果若是要伫金山铁店落车，通常伫情人湖就爱先20，因为23离真近。不过当时这个人客是到金山铁店才20，所以过站。司机敢来当伫后一站大武仑来停车，引发到乘客不满，是安怎过站无停？不知个这个状况，附近的居民讲，从来都无当过。他的服务态度是很好的，那也许人都会情绪化。司机很辛苦了，觉得是乘客哦，真的是很无理取闹。我们公司看过影片，又是不会对这位驾驶那个惩处了，有什么事可能就先跟车站反映，这样不要当下就是有一些这种比较反常的行为。115路线公车为金山一路驶到台北，这段路到底要2点钟，司机辛苦驶长途车，明明都提醒说个互乘客骂，几百度火敢来当提喊得如出水，嘛后面将真感慨，司机真正歹做。 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